盘点音效被玩家玩坏的东西。音效里的打西瓜套组，本来是给玩家们用来做解压神器的，没想到却被脑洞大开的玩家完成了。噼里啪啦的鞭炮，也算是弥补了经常不能玩鞭炮的遗憾。瞎溜达的货车，本来是官方用来增加游戏互动体验的车子，没想到却被脑洞大开的玩家完成了。看苹果烟花的工具，这烟花简直像小我的24K 金箔眼。单杠本来是用来健身的工具，没想到被脑洞大开的玩家完成了。旋转大风车。睡眠喷雾本来是用来好好睡觉的小道具，没想到被脑洞大开的玩家完成了。竹节虫神器，不知道，反正我的身材很曼妙。婚纱本来是很漂亮很仙的一条婚纱，没想到却被脑洞大开的玩家完成了。传闻里的鬼新娘，这样看起来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呢。